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啊。咁最近呢，就有一單新聞呢，咁就係講過渡性房屋呢，就開放呢一個丙類住戶嘅項目申請喎。咁亦都正式讓合資格嘅住戶呢可以提出申請。咁而喺呢一個計劃之間，亦都有一項津貼呢就迎來變化。咁究竟個變化係點嘅呢？同埋據聞呢，呢一項津貼好似係獲得延長喎。咁事情係點呢？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政府為咗配合簡樸房嘅規管制度嘅落實，為有迫切性短暫安置需要嘅分間單位住戶呢，咁就可以申請成為過渡性房屋嘅丙類租戶。咁而丙類租戶可以喺2025年10月3號開始呢，就可以申請呢一個過渡性房屋嘅丙類呢一個分類嘅申請。房屋局嘅發言人表示，簡樸房條例草案已經喺2025年9月26號經過立法會三讀通過，而呢一個簡樸房條例喺10月3號刊憲，並且會喺2026年3月1號生效。因應呢一個簡樸房嘅規管制度，喺2026年3月1號開始推行，而有機會有分間單位嘅住戶可能會因為呢一個分間單位需要進行改造工程，以讓佢取得呢一個簡樸房嘅認證呢，或者係政府喺呢一個為期12個月嘅登記期完結之後，去開展執法嘅行動而受到影響嘅。咁所以當中嘅部分住戶，如果未能夠喺短暫嘅時間內尋覓其他合適嘅居所嘅話呢，係可以透過呢一個丙類申請呢，去申請過渡性房屋。另外，如果有關嘅住戶符合申請簡約公屋或者係過渡性房屋嘅資格呢，正在以及陸續落成嘅多個項目，可以為佢哋提供充足嘅住屋選擇。儘管係咁，亦都理解部分住戶現時未能夠符合相關嘅申請資格，例如係入息或者係資產超額。咁所以會喺10月3號開始喺過渡性房屋嘅申請類別入邊新增丙類嘅租戶類別，可以提供俾日後會受呢一個簡樸房規管制度嘅相關改造工程或者係執法行動影響，而有迫切短暫安置需要嘅分間單位住戶，以提供協助。咁講咗咁耐，究竟咩為之丙類租戶嘅申請人呢？咁呢一個丙類租戶申請人可以獲得放寬喺過渡性房屋申請時候所需要嘅現行入息或者係資產限額，但係呢，仍然都需要符合其他嘅申請資格，例如係申請人必須要係年滿18歲，而申請人同埋佢嘅家庭成員必須要係現居於香港，並且係擁有香港入境權，亦都係並冇持有或者擁有或者係與其他人共同擁有喺香港、中國內地、海外嘅任何住宅物業或者係呢一個項物業嘅任何權益等等。另外，丙類嘅申請人呢，同埋佢哋嘅家庭成員需要喺分間單位連續居住滿6個月或者以上，並且需要提供有效嘅證明文件呢，咁就會透過房屋局委聘嘅綠置區域嘅服務隊伍進行審核，以證明佢哋嘅安置需要。而啲綠置嘅服務隊伍稍後就會顯示有關佢哋嘅隊伍名稱呢，同埋聯絡資料嘅。啲綠置嘅區域服務隊伍除咗會為有需要嘅分間單位住戶就於過渡性房屋丙類租戶嘅申請進行審核，亦都會繼續喺地區層面推廣分間單位嘅租務管制同埋日後嘅簡樸房規管制度，並且會繼續向分間單位嘅住戶提供支援。如果有需要呢，大家記住可以透過跟住落嚟嘅途徑去同相關嘅服務隊去聯絡。如果你係屬於香港島、中西區、東區、南區以及灣仔區，咁就可以聯絡新家園協會香港島服務處，電話28072188或者係92679458。如果係油尖旺區，咁就可以聯絡油尖旺民生關注會，佢哋電話62574590。如果係深水埗區，咁就可以聯絡香港單親協會98137512。另外，如果係九龍城、黃大仙以及觀塘區，可以聯絡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佢哋電話27207010或者係64352496。如果係屬於元朗、屯門、荃灣、
葵青以及離島區，可以聯絡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佢哋電話51695757。而喺大埔、北區、西貢以及沙田區呢，咁就可以聯絡沙田居民協會電話26918055或者係96830925。咁以上呢，就係可以協助大家申請過渡性房屋丙類分類嘅租戶，亦都即係受簡樸房規管之下可能會受影響嘅一啲嘅租戶。咁而發言人又補充，喺過渡性房屋新增丙類租戶嘅類別嘅目的呢，就係喺有需要嘅分間單位嘅住戶呢，去揾到合適嘅長期居所之前，向佢哋提供短暫嘅安置居所。亦都預計部分嘅丙類租戶喺搬入去過渡性房屋之後，可能就會揾到合適嘅長期居所，例如話已經經過改造之後獲得簡樸房認證嘅分間單位。咁所以呢，入住呢一個過渡性房屋嘅時間一般就唔會太長嘅。因此丙類嘅租戶嘅租約呢，可以係具備一定嘅彈性，租期呢係可以以每個月去計算嘅，而最短租期就為期1個月，而最長租期呢，一般呢都唔會多過2年嘅。為咗確保呢一個珍貴嘅房屋資源唔會被濫用，丙類嘅租戶嘅租金都將會採取3級制去分類。丙類嘅租戶喺居住後嘅頭12個月租金呢，就會係該項過渡性房屋入邊嘅原有租金嚟制定嘅金額。咁喺佢哋入住咗第12個月之後，可以申請2次延長居住期。第一次延長居住期呢，亦都即係入住後嘅第13至到第18個月，經過營運機構評估之後，如果仍然係有呢一個迫切嘅住屋需要嘅丙類租戶呢，就可以獲得延長租約6個月啦。咁但係呢，就需要支付1倍半嘅租金。而喺第2次延長申請延長居住期呢，亦都即係入住後嘅第19至到第24個月，經過營運機構評估之後，如果仍然都係有迫切嘅住屋需要嘅丙類住戶呢，就可以再次申請延長6個月。咁但係呢，就需要支付雙倍嘅租金啦。另外，居住期如果只係得1至6個月嘅丙類租戶呢，可能需要向有關嘅營運機構繳交一筆過額外嘅清潔費或者係行政費，而呢一個費用呢，就唔會超過有關單位嘅半個月租金。而經過區域服務隊完成丙類嘅租戶審核之後呢，丙類租戶嘅申請人可以透過房屋局嘅網站進入住得易過渡性房屋中央統一平台去提交申請，又或者係填妥丙類租戶專用嘅過渡性房屋入住申請表格之後，經過上述嘅平台上載網上提交，或者係以郵寄方式郵寄到去郵政總局郵政信箱183號房屋局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又或者係傳真、電郵等等嘅方式去遞交表格。咁呢啲有關嘅申請表格可以透過網站下載啦，同埋各區嘅服務隊去索取嘅。有關過渡性房屋嘅申請各項資訊，可以瀏覽房屋局嘅指定網站。咁大家呢，就可以撳停影片去記低個網址啦。另外，如果有任何查詢呢，亦都可以聯絡房屋局轄下嘅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電話36118156。咁除咗丙類申請之外呢，剛剛都有提過過渡性房屋嘅一般申請啦。咁其實呢，佢哋係有分甲類同埋乙類嘅。咁甲類呢，亦都會有分2種，咁就係呢，輪候傳統公屋不少於3年嘅人士啦，又或者係家中有新生嬰兒並且係輪候傳統公屋不少於2年，而喺申請者喺呢一個 BB 未滿1歲之前去遞交呢一個過渡性房屋申請呢，咁都係歸於甲類申請嘅。咁而乙類申請呢，就係其他類別人士，例如話居住於不適切嘅住房啦，又或者係被視為有迫切需要接受社區援助嘅人士或者係家庭，例如係家庭環境遭逢突變啦，輪候公屋少過3年而係有迫切嘅住屋需要等等。咁一般嚟講呢，申請人嘅家庭每個月嘅總入息同埋資產淨值係唔可以超過房委會就於申請公屋租住房屋而制定嘅有關限額，而有關限額亦都會按年修訂。就於特別個案，營運機構可以根據申請人嘅實際狀況
作出審核同埋考慮。咁項目營運機構就需要有充分嘅理據去支持申請人有迫切嘅住房需要啦，以及冇能力就於佢嘅入息同埋資產去解決佢迫切嘅住房需要。重提一次，丙類嘅租戶即係受於簡樸房嘅規管制度嘅相關建造工程或者係執法行動所影響，並且係有迫切嘅短暫安置需要嘅分間單位住戶。咁而喺遞交呢一個丙類租戶專用嘅過渡性房申請入住表格之前呢，申請人需要係填妥呢一個嘅丙類租戶嘅審核申請表格，並且係透過房屋局所委聘嘅6支區域服務隊伍呢，就進行審核，以證明佢嘅安置需要。另外，亦都要取得分間單位嘅業主或者係營運人士因應呢一個簡樸房條例進行嘅住宅樓宇分間單位改造工程，而需要提前終止租賃協議嘅聲明書，以便區域服務隊伍去處理佢嘅審核申請。而申請人喺完成上述嘅審核之後呢，將會獲得分間單位區域服務隊嘅參考編號，以便填寫過渡性房屋入住嘅申請表格。詳情呢都係留意翻熒光幕嘅網址去了解詳細資訊。咁而剛才呢都提過有一項津貼呢，咁就會有少少跟動嘅。咁其實呢就係有關呢一個關愛基金撥款之下，房屋局喺2023年就首次推出為期2年嘅過渡性房屋住戶特別津貼試驗計劃。咁本身呢就係由2023年嘅8月22號至到2025年嘅8月21號，以支援新入住過渡性房屋項目嘅住戶喺搬遷同埋適應新嘅居住環境上面嘅需要呢。咁而喺扶貧委員會嘅支持之下呢，呢一個試驗計劃會延長多2年，亦都即係呢會由2025年嘅8月22號至到去2027年嘅8月21號。喺延長呢一個試驗計劃嘅特別津貼金額呢都會有所調整。咁而合資格嘅甲類同埋乙類嘅新住戶呢，就會可以發放一次性嘅特別津貼，以讓到佢哋搬入去過渡性房屋同埋適應新嘅環境嘅過程之中，得到及時嘅支援同埋鼓勵。咁呢一個試驗計劃係需要喺入住咗過渡性房屋之後嘅3個月內就要提出申請㗎啦。咁同埋領取咗呢個特別津貼嘅人士係需要入住呢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至少1年。咁如果住唔夠1年而係冇合理解釋呢，嗰項津貼有機會需要退還返俾房屋局嘅。咁所以有關呢一個過渡性房屋住戶特別津貼試驗計劃嘅津貼金額，如果係有關新界區，包括屯門、元朗、天水圍、上水、粉嶺、大埔以及離島，唔包括東涌啦。而住戶人數按人數呢，適用於2025年8月20號或者係之後提交嘅新申請呢，6人或者係以上家庭呢，就最多可以獲得13,000蚊嘅。而5人家庭就係10,850啦，4人家庭就係9,400， 3人家庭就係7,850， 2人家庭咁就係6,050， 1人家庭就係3,950。而喺市區包括港島同埋九龍，以及擴展市區包括東涌、沙田、馬鞍山、將軍澳、荃灣、葵涌以及青衣，適用於2025年8月20號或者之後提交嘅新申請。6人或以上家庭就係6,500蚊啦，5人家庭就係5,400蚊，4人家庭就係4,700蚊，3人家庭就係3,900蚊，2人家庭就係3,000蚊，1人家庭就係1,950蚊。所以最後提一提大家，有關申請過渡性房屋嘅各項資訊呢，咁就可以瀏覽翻房屋局嘅網站，同埋係可以致電翻房屋局轄下嘅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去查詢。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CC嘅頻道啦，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咁今次影片嘅更新呢，純粹係提一提大家，原來呢一個過渡性房屋將會開放丙類嘅申請人。咁而呢一個丙類呢，亦都即係話受到將來簡樸房嘅相關條例實施之下，可能有啲業主需要收翻個單位去改建、裝修等等，而令到該項單位符合翻簡樸房嘅規管嘅相關規格。咁所以呢，當中嘅住戶有機會呢，就需要遷出單位嘅。咁而喺呢個情況影響下呢，咁就可以申請呢一個過渡性房屋嘅丙類申請啦。咁所以咧，相信呢一個更新呢，比較上少人知嘅。咁所以咧，相信大家都知啦。喺香港呢，
都比較上多家庭呢就住喺劏房嘅。咁記住呢，分享影片讓佢哋知道呢一個消息，讓佢哋知道呢，如果將來因為業主收返單位去裝修或者係改建而受到影響嘅租戶呢，其實都可以申請呢一個過渡性房屋，以丙類住戶去提出申請㗎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